呢度係佛山，嶺南文化嘅發源地，更加係中國非遺版圖嘅一粒明珠。千百年嚟嘅謠課不息，醒獅激昂，武脈綿長。成日喺電視劇上面就見到黃飛鴻啦，佢係一個武術氣氛係好濃厚嘅地方。武術啦，黃飛鴻啦，佢整有好多唔同建築啊，梧州啊，同埋李小龍係好出名噶咯。作為嶺南文化之都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自己特色咁樣嘅。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每一項非遺文化都係國之瑰寶。今次灣區社帶領咗40位香港青年走入佛山，擁抱非遺，接續華夏根脈。民以食為天，唔少舌尖上嘅非遺就匿藏喺佛山嘅傳統美食入邊。正如呢一碗正宗嘅龜苓膏，非遺古法工藝承傳至今，帶俾大家獨特嘅味蕾體驗。我以前覺得龜苓膏係純粹涼茶咯，真係唔知佢係有龜甲嘅成分咯。入邊嗰個製作工序都好繁複啦。跟住佢係配煉奶嘅，即係可能平時我哋都係食開配糖水啊嘛。跟住個口感都幾特別，同埋幾好味咯。一碗龜苓膏，半部嶺南藥典，古法工藝要承傳落去，亦都唔少得創新。佢亦都有將龜苓膏 combine with 一啲其他嘅嘢食，可能講緊係雪糕啊，或者係咖啡咁樣，咁就將佢變咗好有新意，同埋會令到年青人都會想去試咁樣。今時今日嘅生活嚟之不易，大家喺糧食博物館了解到中國人點樣運用農耕智慧，為我哋嘅後代解決糧食安全問題。石灣瓦，甲天下。佛山非遺名片一定唔少得石灣陶瓷。石灣陶瓷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幾年前嘅新石器時代晚期，3分塑、7分彩，寧可粗獷，不失生動。石灣陶瓷以佢嘅獨特風格流傳至今，仍然受到青睞。而500年嚟窯火未斷嘅南風古灶，亦都令到一場1800年陶同埋火嘅對話一直延續落去。佢由呢個爐火已經燒到500年嘅，其實都非常之震撼。見到原來呢個陶瓷，我而家手上做呢樣嘢，其實係後面有一個咁深嘅文化底蘊喺度。我覺得做陶瓷呢個係好考工藝嘅一樣嘢，係通過呢個體驗到我哋古人啦，係要通過呢啲嘢做一啲我哋食物嘅一啲用具啦，所以我哋可以發展到而家非常之犀利啦。當你細心觀察，喺一啲古老嘅嶺南建築上邊，亦都隨處可以見到石灣陶瓷嘅蹤影。嶺南嘅非遺技藝唔單止有石灣陶瓷，當我哋行入祖廟、清暉園、明石花園等等嘅古蹟，鑊耳山牆、滿洲窗、灰塑、磚雕，數唔盡嘅非遺工藝映入眼簾，就好似嶺南建築1800年嚟始終跳動嘅脈搏一樣。我對明石花園係印象係特別深刻嘅，佢入面嘅唔同嘅建築雕刻都係好栩栩如生。清暉園咯。佢山同水係融合咗一齊咯，俾我嘅感覺係嗰度啲玻璃咧設計都好有特色啦，即係會顯示晒四季，用唔同嘅顏色望入去，類似金箔嘅嗰一種工藝啦，喺一啲建築上面啦，非常之了不起咯。望得出係有個匠心嘅文化喺入面啦。中華文化嘅血脈始終薪火相傳，香港青年企喺中西文化嘅交匯點，我哋有責任將非遺承傳、創新、宣傳出去。我覺得非遺文化係需要好好嘅保護同傳承嘅。我哋可以一代代傳承落去，俾我哋知道其實我哋中華文化嘅唔同嘅美好之處啦。一個文化冇咗傳承，咁即係個地方失去咗魅力，失去咗特色咯。即係記載住當地人嘅一個深厚嘅回憶啦。我諗作為香港青年，其實首先就可以即係多啲去了解、去學習咯。我都會好中意同人 share 嘅。之後就可能做工作人員啦，去帶下團隊，去帶下唔同學生去唔同地方咁樣去見識下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咯。實地咁樣去睇過、去感受過，你先知道咯。令佢哋都更加認識，同埋令佢哋都更加想去認識更加多中國嘅文化。